可能未刷到過嘅視頻，但你一定刷到過近排好多 TVB 嘅藝人出嚟擺攤。咁關我乜嘢事呢？因為作為一個廣東人啦，我都係睇 TVB 長大嘅。佢係一隻徹頭徹尾嘅狐狸精。吔屎啦，梁非凡！加上咧，我自己都創業咁多年啦，經歷過高山低谷，睇到佢哋作為曾經光鮮嘅行業，喺大環境無論幾差嘅情況底下咧，無論年齡幾大，成就幾高，都唔缺乏從頭再嚟嘅勇氣。高光嘅時刻咧，可以帶得住光環；退落嚟嘅時候咧，可以放得低姿態。無論做乜嘢，都可以大大方方、積極向上幫自己打氣。再睇下而家嘅實體經濟，你只要開部車喺條街兜一圈，你都會見到10間有7間都貼住黃埔轉讓，你會感受到唏噓同埋好無奈。唯一可以做嘅就係喺當下做好自己，保持自律，保持積極，保持樂觀。未記得介紹，我係柏芝。下面幾點咧，希望你哋可以記喺個心裏邊。第一，守住現金，唔好亂借錢俾人。遇到咩事咧，都唔好急，要有耐心，要有包容心，俾啲時間，保持冷靜，困難都會迎刃而解。第二，生活上咧盡量減少不必要嘅開支。柏芝，寫唔寫點杯美式俾你啊？唔使啦 ，thank you。好嘅。如果呢個世世上買樓換車可以，但要睇住自己嘅經濟能力，冇必要買咗之後咧增加自己嘅壓力。第三，如果係自己唔熟悉嘅領域咧，就唔好亂投資啦，一定要諗清諗楚。依家有份工咧，就要好好珍惜，畢竟依家咧就業困難，揾食艱難嘛，唔好好高騖遠啦，加油啦！